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彭宣如老师、牛奶先生。今日由我来带大家来做运动，想要身材变好，就要做肌力训练。要记得运动前要先暖身一下，再不会受伤哦。以下会开始咯，天天来做，天早通走，右脚脚踝，我们转10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左片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气头，15片的气头风，备开始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腰的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大车，来转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赶紧，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接下来要天天来做肌力运动咯。好，暖身完，大家要天天老师来做运动咯。今日的运动是臀部训练，师傅的运动。那女生最爱做这个动作。那一会儿开始咯，天天老师做咯。第一张通走，一样，顺披一张瑜伽垫，躺下来之后，两个脚踩稳。好，气头大块一些嘞，脚底踩稳，树不用到师傅旁边。好，我们保持肚子用力，吸一口气，师傅夹起来，肩膀往后压住地板。好，先保持师傅夹起来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停留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继续下去咯，来，慢慢来变下来，夹起来，慢慢来变下来，肚子用力，师傅夹起来，3，夹起来，4，夹起来，5，变下来，再夹起来，7、8、9，语气带起来，10，好，一样往上停留5秒，师傅再用力一些嘞，不用的，保持透气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
第一场通走会记得气头会打开一些嘞哦。好，第二场通走，汹涌诶，双绳捧好来，右气头把它并起来之后，汹涌师傅夹起来，气头打开，好，保持着通走，慢慢的，师傅用力夹起来，气头打开，1、3、4，要记得肚子用力哦，师傅要夹起来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慢慢的用下来。第二掌通走叫做蛙腿桥式，那它就是尽量的膝盖起头，慢慢的跨回来。第三掌通走比较简单一点，起头亏蛋数用在踢哪后，我们脚尖踩地，右脚慢慢的弯起来，抬起来，师傅用力哦，慢慢的抬起来，保持透气，3、4、5、6，回脑来打车哦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换片哦，来春皮后嘛，来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，师傅夹起来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变好了。好，1号要开始3掌偷走，算一组咯。1号要开始咯，第一掌，要记得气头要打开一些嘞，脚底踩稳。好，师傅用力夹起来，我们停留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肚子要用力哦，7、8、9、10，继续下去咯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夹起来，2、3、4，保持透气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往上停留5秒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第二掌通走，好，气头把它并起来，脚底踩稳，好，师傅用力夹起来，气头打开，好诶，慢慢的用力，师傅用力，气头打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我们停留5秒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好，第三掌通走，好，气头开点，数，用到踢哪后，因为气头打开，右脚弯起来，抬起来，2，师傅用力哦，3、4，做舌头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左片，对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抽下来。大家做一动好，身体做体力组咯，一会儿开始咯。我记得师傅夹起来，不要用腰出力哦。啊，来，气头打开，
师傅用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。好，我们停留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5。好，慢慢的变好了。好，我们膝盖合并，2只脚底踩稳。好，师傅用力夹起来，气头打开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师傅用力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停留5秒，一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慢慢的变好了。好，第3场通走。好，右片开始哦，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换左片，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听民组走完，来，1下开始第3组，最后一组喽，动作加快哦。好，来臀桥，1下开始，一、2、3、4，最后一动，5。好，停留5秒，3、4、5。好，来慢慢的变好了。好，来听你咋通走，用用做引导。好，来气头打开，一、2、3，师傅用力吸，5。好，我们停留5秒，师傅用力哦，3、4、5。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最后一咋通走。好，要记得背脑大侧，师傅用力的抬起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换左片，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稍等手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师傅拍一拍，放松一下。